Hello，你哋而家睇緊嘅係 M7 Channel， 好耐冇見啦，我好掛住你哋啊！小編因為工作關係出走咗2個幾月，終於歸隊，正從流浪星球回返途中。呢段時間收到好多家人嘅問候同關心，小編收到晒，在心中。嚟緊會逐一再同大家分享花 miss 咗嘅 girl moment。依家乜都唔講住，中秋佳節，先同大家講聲中秋節快樂。由於仲未正式着陸地球，所以未有新片。小編偷偷出貓，將以前嘅中秋片重新上架，望姜家人笑納，祝各位中秋人月兩團圓。時光匆匆流去，我正在回憶，心甘情願感染你的氣息。有時幾何能夠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。所以我求求你，別讓我離開你，除了你我不能感到。